主后2026年6月2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信仰中成做一体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上卷14章21节到31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上卷第14章。所罗门的囝罗波安伫犹大做王。罗波安继位的时41岁，伊伫耶路撒冷做王17年。耶路撒冷是上主对以色列政治族中竞选，互人来敬拜伊的城。罗波安的老母叫做拿玛，是亚门人。犹大人民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因犯的罪比因列祖所犯的搁较重，激动上主怨妒。因为因伫逐个悬的山峦仔，逐丛青翠的树下面起山头弹，做石条上甲亚舍拉女神。国内阁有娈童，以色列人学上主伫因面前赶出的外族人所做可恶的事。罗波安王第5年，埃及王示撒就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宝物拢抢去，搁抢所罗门所做遐个金的盾牌。罗波安王做铜的盾牌代替遐个金盾牌，交予顾王宫大门的守卫长固守。王特别入上主的殿，是为就掠这个盾牌，后来搁带转去下伫守卫室。罗波安其他的事迹，甲伊所做一切事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罗波安甲耶罗波安常常交战。罗波安转去伊的列祖遐，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老母叫做拿玛，是亚门人。罗波安的囝阿比亚续接伊做王。伫信仰中成做一体。大约西元前1010年，大卫王以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。所罗门继位了后，搁伫遮建造圣殿。耶路撒冷对安尼成做以色列的政治甲宗教中心。百姓伫律法的规范下面，每年上耶路撒冷守三大节期，包括节、七日节甲大掠节，踮圣殿敬拜上帝。以色列亡国百姓受掠了后，世人捌伫异地哀叹：耶路撒冷啊，我若袂记得你，着我的正手开去，袂弹琴。这首流亡的哀歌，后来持续伫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心中回响。以色列人之所以得罪上帝，是因为因进入迦南了后，毋听摩西临终以前的劝诫，去对当地的异教风俗。上主捌吩咐摩西指示以色列人，进入迦南地以后，爱摧毁当地偶像甲崇拜场所，严禁引点异教的祭坛献祭。总是伫所罗门时代，若无清除异教，所罗门甚至为外邦嫔妃建造庙宇，拜外邦神明。后来伫罗波安年间，犹太百姓陷入异教崇拜，惹上帝生气。当落时，迦南诸神中的亚述哈略、亚舍拉等女神，被视为掌管生育甲丰产。伫即种宗教混合背景下面，
犹太境内甚至出现甲异教仪式相关的滥抢行为。因为安尼，圣经作者强烈谴责以色列人伫信仰上的混杂甲对上帝的不忠。传统信仰甲基督信仰之间安怎互相理解，到今也是教会持续反思的重要课题。当无百恩中会有法巴利利尤牧师捌伫《鲁宣》杂志发表文章。布林雅和基督文化，讲到伊访问一位双手背赤友传统都城，年近100岁的白人族布林雅，名叫做列莲。列莲分享族人的祭仪生活丰富多样，对出世到死亡的每一个阶段。拢甲祭仪紧密相连。伊回顾家己捌伫深山生活，经历日本统治时期对部落的管理，佮见证基督信仰传入部落以后，对个人甲群体带来的影响。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，顶面带着原住民。闽客族群、新住民、新移民，甲外籍移工，交织着多样语言、甲传统信仰、节庆、甲饮食、各种历史甲故事。因为安尼，彼此之间搁较需要互相聆听。神学家尼伯伫基督甲文化册中指出。基督信仰甲人类文化之间，始终存在着张力。这种张力毋仅体现伫个别信徒的性命决定顶面，也反映踮教会安怎回应因所踮的文化甲社会。教会作为敬拜上帝、属伫基督的群体。也需要思想安怎伫多元处境中扭均彼此的距离，踮信仰里成做一体。拄亲像保罗所讲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神只有一位。拄亲像上帝叫咱要得到的愿望是一个。默想，真正的共融并无容易。伫台湾多元文化族群甲宗教的处境中，我安怎面对和理解无共款背景的人？真正的共融并无容易。伫台湾多元文化族群甲宗教的处境中，我安怎面对和理解无共背景的人呢？咱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行入无共的族群。接纳义己，甘愿为福音，无求家己的利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